修道院的圍牆。修道院圍牆的建造可追溯至公元9世紀，約在公元859年至880年之間。當時正值教皇謝魯塔一世，馬可傳教歐第55任牧首在位期間。修道院的圍牆呈長方形，象徵着諾亞方舟。全院自東至西長146米，自南至北寬45米。圍牆的四面佈局如下：第一面北牆，北牆自東側起，毗鄰聖約翰內斯卡西爾教堂，其外設有聖約翰納斯卡米教堂及殉道者亞比、法姆、加迪、奧西米的祭壇，繼而為一組修士宿舍。其後為聖母教堂，因洞穴教堂而著名。再往後又是一組修士宿舍。再往西處為一扇歷史悠久的大門，門上方建有餵食室，室內設有3處開口，分別位於內側、外側及地面。外側開口用於觀察來訪者或貝都因人叩門的情形，他們潰謠響專設的修道院中。地面開口位於圍牆之外，則供修士放下裝有食物與飲水的籃子，以賑濟貝都因人，而無需開啟修道院大門。此乃舊日之舉，現今修道院已有固定的開關門時刻。第二面南牆，南牆無任何附屬建築，近於西端近處與敘利亞聖母教堂相連。第三面東牆，東側圍牆中央設有一大型壁龕，以馬賽克裝飾，描繪全能的主基督，願榮耀歸於他，端坐寶座，四周環繞4個非肉身的活物。修士每日於此舉行晚禱，拼誦讀詩篇。圍牆東南角設有一組石階，通向一扇門，可塔修士宿舍及新農場。第四面西牆，西牆緊鄰修道院之塔福斯，即修士墓地。